呢一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亦都係阿贊叔師傅第6次嚟到香港。中午我同我團隊咧就去到機場嗰度迎接師傅。今次師傅咧係一個純粹嘅私人行程，而隨住師傅嘅到達，我哋第一日嘅行程亦都隨之而開始。第一站咧，我哋去到沙田大圍嘅車公廟。阿贊叔師傅過去曾經講過，車公廟係3間香港嘅大廟裏邊神格最接近人嘅一間。當善信盡咗一切嘅努力去做一件事，而最後佢嘅願望冇辦法達成，嚟到求車公嘅話，車公會喺最後嘅時間嗰度助你一臂之力。當日師傅亦都提早咁樣我準備咗一啲指定數量嘅雞蛋同埋橙攞嚟供俾車公爺嘅，而佢亦都喺車公廟裏邊做咗第一場佢有需要製作聖物嘅一啲加持同埋祝福。去到第2站，我哋去到黃大仙。黃大仙廟咧，阿贊叔師傅曾經有同我講過，佢話呢一個咧係香港最大，亦都係最犀利嘅神明。佢亦都喺黃大仙嘅內殿同埋太歲元神殿嗰度咧，完成咗師傅第2場要製作嘅法事。而最後一站咧，我哋去到咗響北角電氣道嘅岳王古廟。呢間咧係師傅好中意嘅一間細廟嚟嘅，佢嘅歷史咧有100幾年，經歷咗大概有4代人打理。響幾十年前咧，香港政府曾經有嘗試想收翻呢一笪地3次。但係巧合地時，佢哋嘅 in charge 指揮咧，亦都係響收購或者響討論嘅過程裏邊咧，突然之間暈倒。師傅咧同時喺呢一度進行咗佢第一次向香港製作嘅龍血法事。